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关怀据点暂停运作。台中雾峰区的北市里，这里长看到里内有一寡老大人行动无方便，所以决定家己开钱买便当，佮帮忙送到厝，互老大人唔免过来烦恼着三顿食食的问题。 小府发的便当送到活动中心，即将开始到分配。行动方便的时代，家己来领，顺续摕厝边送便当。北市里家己出钱，用买便当的方式取代停止服务的供餐。这段期间，我们都是用便当的方式、餐盒的方式，然后有一些长者他能够来这边领取的话，就尽量走出来，顺便运动一下。2天到3天送餐后时段，嘛甲因关心，在疫情期间更加温暖。 现在因为工业社会以后，这个年轻的这个底民都大部分都是出外去探钱啊，所以剩下这些长者啊，需要我们来照顾啊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 里长讲，平常时大概送30份便当，予行动不便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家庭。自5月中开始送餐，有时甚至嘛会到送早顿，希望会使减少因出外撇面危险。时代收到便当嘛，感觉到真温暖。